们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救恩，并且得着这救恩的盼望跟喜乐。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周当中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也纪念在受苦当中的百姓人民，或是需要在困难当中需要被拯救的人，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以你的所作所行，能够来效法你的样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愿你施恩看顾，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也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所有的安排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调动规划，都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这清晨再次的聚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我们要朝见你的面，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今天所有的崇拜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的灵带领我们这一堂从头到结束的崇拜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能够摆在你的坛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新灵粮诗选186首，奇妙十架。新灵粮诗选186首，奇妙十架。我们请起立来唱全首。主
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以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和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绊，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上帝，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我们一起来，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为不列颠国家北爱尔兰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更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一位台湾卫理公会北2区雅各堂赖明珍牧师来祷告。一位教会奉献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的健康来祷告。我们为台湾的儿童、青少年能在智慧、声量、人所喜爱他的、神所喜爱他们的等4方面有好的建造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医疗从业人员、军警、公教等等的从业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他们有服务百姓的心志，能够工作顺利。
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的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我们请家庭姐妹来攻读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我们请家庭姐妹。今天的经课第一处是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9节上半节，教会圣经804页。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第二处经课在新约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教会圣经217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以上是上帝的圣训。我们请翻开教会圣经新约的81页，新约81页，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由我来攻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可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还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他们献诗的曲目是《人子耶稣背罪担》。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谢谢诗班带领我们即将进入主受难的日子，也谢谢诗班带领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请到了圣光神学院的院长陈吉松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今天的题目是在今生投资永恒。我们请陈院长。蔡牧师，还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荣光堂，跟各位分享上帝的话。在这个礼拜，大概2个礼拜之前吧，台湾就封一件事情，就是投资的事。各位知道什么事吗 ？ETF， 对不对 ？ETF。那这个 ETF 其实我完全不懂什么是 ETF。那后来发现那几天的新闻一直在播报这个消息，他是讲到说，这个它是一种高股息的一种股票哈，它是一个基金可以买卖的基金啊。E 就是 exchange 嘛，那 T 就是 traded 就可以贸易的，那那个 fund 就是基金的意思哈，它可以交换的一种基金哈，那可以买卖的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啊，在开始的时候，大概通常都是推出的时候，过去都是那个几百亿、200亿左右、300亿左右。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啊，哇，推出去后啊，达到500多亿啊。然后后来元大，听说元大，我要看一下哈，因为我也不是很熟。元大这个他推出的台湾价值基金啊，它一下子第一天的时候啊，开始募集就冲破了531亿，打破过去任何的记录。然后到第2天以后，就是到了1000亿，哇！后来这个帮他代销的那些通路啊，证券商，他们因为太多人要申购，所以啊，就整个系统就宕机或者延迟。那后来这个玉山证券就索性宣布暂时暂停受理申购的作业。这个消息让我们看到，哇，台湾人蛮有钱的。这个真的一个东西推出来的时候，有高股息的话，所有人都往那里去，2天就可以到1000亿哦，哇，这个是破纪录的。那所以我们就发现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来求耶稣吩咐他的兄长跟他分开家业，耶稣很不客气的拒绝为这个事情做仲裁人。他就接着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各位，你知道那个 ETF 推出去，这个叫000940嘛，推出去的时候，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去申购，那表示什么？我可以得到高的利息嘛？那里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希望能够多赚一些利息，我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申购的一个股票，我的利息就每个月可以增加。基本上最后怎么样？就是要投资嘛，就是要让他有投资更有效、更有钱嘛，对不对？所以最后的理由就是，我希望能够我的财富更增加，我的财富更增加，从4位数到5位数到6位数到7位数到8位数等等。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这个要跟兄长分开家的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心。”如果各位在投资当中，不是我们不能投资啊，可是投资当中你产生了贪心的时候，那就要小心，因为你一个贪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进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耶稣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耶稣讲这个话，好像跟这个人的请求风马牛不相干。那如果我们仔细的细嚼慢咽15节，我们就要问：难道耶稣会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吗？会不会？不会。你问 A， 他给你答 B； 你问 B， 他给你答 C， 会这样吗？不会。
耶稣讲的话都是字字珠玑啊，所以是非常聚焦来回答你的问题。他直指你的问题的核心，他不是回答你的表象的一些问题，他是回答你问题的核心。他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接着，耶稣就来，请换到那个 OK。也不行。那接着，耶稣就透过一个财主的比喻来表达，人的生命不是以拥有多少财产来衡量，进而指出我们要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投资。这个礼拜是受难周，那我为什么挑这个主题，在今生投资永恒呢？我们不是应该讲一些受难周的信息吗？可是你知道，耶稣基督降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受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所有的受难，所有第十纪啊，最终的一个目的指向什么？拯救罪人嘛。最终的目的要指向传福音嘛。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也有关系。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确认我们永恒的价值在天上，今生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那这些事情大家都懂，可是大家都只是懂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践这句话的价值。在永恒的价值跟今生的现实与责任当中，门徒必须要有一个最好的定位。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可是我们也活在今世啊。那我们活在今世，就有今生的责任。所以，如何在永恒的价值跟如何实践今生的责任之间，有一个最好的融合跟定位？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信息中要跟各位分享的。那究竟我们在努力经营今生的同时，要如何为永恒做投资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称这个财主为无知的财主，就是 foolish， 它也就是戆人啊。这个财主啊，之所以无知，是因为第一个，他只看到今世的价值。他整天想来想去的就是我的出产、我的仓房、我的五谷、我的财物等等这些属地的价值。他只看到今世的价值，他所有的所在意的都是今世的价值。所以耶稣才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不要以为你的灵魂是你自己掌握，你的灵魂在上帝手中。上帝要你什么时候离开？你不能够预料的，你不能够预料。说我为我明年规划，我为我10年之后规划。雅各书说啊，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我们就要感谢，我们就要曾感谢上帝，因为明天不在你手中，就今天下一刻也不在你手中哎。所以这个人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财主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以为他能够保妥他的人生，他以为他可以保妥他的灵魂。他做了这些规划，所以他说：“哎呀，我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退休后的生活。”所以耶稣才说：“无知的人，因为你不知道灵魂是件你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啊，不信的人都懂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天国的观念跟盼望，所有的计较就会在今生的计较是什么。所以今生的价值是眼前的，而且是立即性的，所以它一定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那这个也是基督徒的问题。这段经文好像是讲给不信的人听，对不对？但是它就是我们信的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你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一定会死啊，我地上的东西都无法带走，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也同样跟非基督徒陷入同样的捆绑里面？为什么？因为人性啊，因为今生的价值就在眼前，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要面对的，但是天国的价值是从永远到永远，永远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这个立即性的东西就一定会成为你现在的关注，就让我们很容易去关心我的财产有没有更多一些，我的银行的存付有没有从5位数到6位数到7位数到8位数到9位数，越多的话，那我就越有安全感。我生活是不是过得更优渥一些？我们的眼睛就是看到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问什么呢？我们应该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所努力追求的，有哪一样是可以带进上帝的国里面？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一定会忘记。你每天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你只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才会警醒，你才会知道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没有错过或者错失什么东西。第二个，这个财主被称为无知，是因为他被属地的价值掌控。这个无知的财主整天的打算就是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其实这个财主在我们一般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很殷勤经营他事业的人。或者说，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你是很殷勤，一直在研究、在教学、在服务方面，你做得非常好。可是这些东西就着世人来看，你就很了不起啊，很用心经营啊，而且这个人是未雨绸缪啊。他说：“我的这个财务不够储藏了，我要拆掉，盖更大的。”你看，就世人的眼光来说，他应该是一个被称赞的人。可是耶稣，请记得哦，耶稣怎么称呼他？无知的人。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你呢？虽然你的财产没有像这个财主这么多，但有可能就是在讲你啊，你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或者说，他已经被这个属地的荣华富贵掌控。因为当属地的荣华富贵成为你的价值的时候，那他就反过来，你就会去追求它，而且他就反过来掌控你。因为你一直在追求，他就掌控你。当你一直在追求荣华富贵，荣华富贵就绑票你的人生。所以地上的荣华富贵，即使都是暂时拥有的，但最后都会归于无有。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会穷毕生之力去追求。即便你知道了，但最后你还是被他绑票，你还会穷毕生之力去追求。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人性啊，这就是掌控啊。而这个掌控是非常可怕的掌控，因为它不是看得见的锁链。看得见的锁链，也许你可能可以把它打破，但是这是无形的锁链，你没办法挣脱。而且你一去追求的时候，你就自动缴械，就自动去追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今生投资永恒呢？一个人在信主之前因为没有天国的观念跟盼望，所以只看到今生的价值，所以我们一定会去追求立即性的利益跟荣华富贵，然后就被这个属地的荣华富贵绑票。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请注意我们就是天国的百姓。过去属地的价值就应该换作属天的价值。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属地的坐标里面，那我们现在换成属天的坐标。
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在属天的价值跟今生的现实和责任之间，一定要有最好的定位。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在今生投资永恒呢？第一个就是以圣经的启示为权威。我要问各位一下，如果你要投资股票，或者你要投资 ETF， 假设这么夯，最近这么夯的这个投资行动，那你要不要？你会不会不问东西就把100万、200万、300万、500万就一下子投资进去？会不会？你不会啊，对不对？你一定要问一下，到底这是 ETF 是什么东西啊？那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效果啊？或者是投资有什么利益啊？或者是这个是怎么样的？或者买空卖空吗？等等，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嘛，对不对？同样的，如果你要在今生投资永恒，你要不要先认识永恒？要啊。什么是永恒？怎么进入永恒？怎么在永恒里面富足？这一切的资讯，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本书里面，也不在人工智慧 AI 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永恒不可能由人编造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从永恒那里过来告诉你永恒里面的事。永恒跟永恒里面的一切都必须由永恒的上帝启示而来。那我们要从哪里找到上帝的启示呢？就透过圣经啊。所以当你用圣经的启示作为权威，那圣经就告诉你要在地上怎么活，在地上怎么投资永恒。那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你就照这个教导里面去做，那你就是投资永恒了，你就可以在地上投资永恒的。你不能闭开眼睛的时候，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我到永恒去，我才开始投资，不对，来不及了。在永恒是由今生来决定的，所以你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你就要投资永恒。各位脑筋要醒一醒啊！你一定要醒过来啊！你不要说，我那个是永恒的事，我到将来再说，来不及了。那圣经的启示这么多，你说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其实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把圣经的启示浓缩成3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要去得人。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耶稣讲的？就第一次呼召4个门徒，对不对？4个渔夫在加利利海边，对不对？他对这4个渔夫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各位，跟从，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小心了。跟从不要把得人如鱼切开来，跟从的目的就是什么？得人如鱼。那现在我们很多人说跟随主，为主而活，跟福音可以完全没有关系。这个读经读错了，跟随的目的就是要得人如鱼，要不然你跟随什么？你就打高空一样，没有目标。具体的行动就是得人如鱼嘛。第二句话呢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相约在山上，对不对？然后对他们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3句话就是耶稣要升天之前所说的话：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前面就说你们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等等，从哪里开始，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3句话，我们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去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个就是耶稣所关心的。各位，耶稣所关心的是他怎么样来拯救罪人，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这是我们耶稣基督降世，耶稣的苦难最终极的目的嘛，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用于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传福音啊？除了传福音的解释，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呢？这就是圣经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既然圣经给我们启示要这样做，那你有没有去做呢？如果你没有去做，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假设我们当中有人做工程的，包了市政府的一个某项工程，那工程做完之后要请款，那请款之前，市政府会做什么事？验收，对不对？他不可能不验收就给你钱吧，一定要验收。可是，请问一下，验收是根据什么来验收？市政府是不是要有一个原始的设计图，对不对？根据这个原始设计图来验收啊。你不能说，我就照我的想法，我照我的想法。那如果每一个人都照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耶稣要我这样做，我认为耶稣要我那样做，那个人有一把尺，个人都有一把尺，那耶稣怎么验收？要不要有一个共同的验收的原始设计图啊？一定要啊，这很简单，这逻辑很简单嘛。但是原始设计图他最关心的，他最终极关怀的是什么？我刚才引用使徒保罗说到，基督耶稣降世目的是什么？为要拯救罪人。他还加强了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换句话说，耶稣他自己讲到，我到地上来，终极的目的就是传福音，要拯救罪人啊。那保罗也是这样啦，彼得也这样说啊，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万人都得救。这不就是圣经的核心的思维吗？那这个核心的思维，那将来如果要验收的话，他是不是要用这个原始设计图来跟你验收呢？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就讲到，他要验收，他用什么验收？用火来验收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程。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如果你是做的工程是草木禾秸，那这个就会被火烧掉，因为完全不能够存留下来。可是如果你建造的是金银宝石，那火一烧的时候，它还是存留在。请注意，哥林多前书第3章啊，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上帝要验收我们个人在地上所做的工程。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怎么样来验收呢？上帝就翻开和本的圣经嘛。那如果你是读日语，他就翻开日语圣经嘛。如果你是读那个北维基罗马字拼音的圣经，他就翻开来让你看嘛。他说：“我的圣经里面核心的思想已经告诉你，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这个是得人如得鱼。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你只是聚会，你只是每个礼拜聚会，你都不做这些事情？”他就用这个来验收我们。第二个，他会用永恒的，我们要用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来过今世的生活。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就这样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是以拥有多少财产来衡量。所以将来上帝要衡量郭台铭的时候，他会不会用他几百个亿、几千个亿的家产来衡量他？然后你得救，你不得救，是不是用这样吗？不是，完全不是。有可能，如果郭台铭不知道为永恒来做投资的话，那他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什么无知的财主。虽然他在地上经营是被人称赞，但是他是无知的财主。如果地上的财产不能够带进永恒里面去，那我们要怎么样追求可以带进永恒国度的财富呢？其实耶稣早在约翰福音就跟我们讲了，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什么叫做必坏的食物？就是地上的东西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就是你在地上所预备的这些都是必坏的食物，都不能够带进上帝国的东西，通通都叫做必坏的食物。所以你买了豪宅，你买了2000万的房子、3000万的房子，能不能带进永恒里面去？能不能？那为什么这么一定要非得买3000万的豪宅，非得买5000万的豪宅？一根柱子都不能带进去，一扇窗户都不能带进去，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非得买，不买的话还跟太太吵架。这就是无知的财主嘛，因为你只看到地上的东西嘛，你不知道，你不能够往后退个10年、20年、50年看一看，这个50年比起永恒来，那就是海边的一个小沙粒嘛。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这些东西呢？可是我们在地上就是有这么多基督徒是这样活着的，是这样在生活着的。我告诉你，不能够带进上帝的国的东西啊，全部都叫做必坏的食物。那这些都要留在地上，都要丢下来。你有几栋楼房，你死了能够带走吗？这些都叫做海市蜃楼。所以你要追求永恒的价值，这个永恒的价值就是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永恒的价值。所以呢，把这个永恒的价值啊，这个永生的食物太抽象，我们读经不要读得很抽象哦，一定要把抽象的东西变成具象。什么叫永生的食物呢？那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啊，这就是永恒的价值嘛。所以地上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你知道天上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一个天使欢呼喜乐，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地上有一个人哦，一条灵魂哦，一个灵魂哦。信了耶稣，天上众天使，不是一个天使，是众天使。各位知道，你众天使那个没有那个顺服的众天使有多少？千千万万呢！一个人灵魂信耶稣，天上众天使欢呼喜乐，欢喜快乐。各位，你知道上帝对人的灵魂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法对人的世上就世上了，下地就下地了。不。上帝对一个人的灵魂的得救是这么的关切。天上的众天使，如果天上的众天使欢呼喜乐，那上帝会不会欢呼喜乐？会不会？当然会啊。耶稣基督会不会欢呼喜乐？耶稣就是为这个目的来嘛。这样明白吗？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好追求的呢？除了这个，什么东西还有能够存到永恒呢？当然了，我们追求一些看不见的灵性的建造。那这个也是永恒的，但是灵性的建造不是停在灵性的建造，灵性的建造得到建造之后，我们要去化成具体的行动嘛，带领人信耶稣。如果你灵性好，你应该带领人更有果效啊，不是吗？可是就停在灵性的追求这里啊，就今天教会很奇怪的现象，停在那个地方，就只为了自我满足，不是，你完全不懂耶稣基督的心。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所以我们的追求。看不见的追求，灵性上成长，都要跟福音结合起来。如果不结合起来，那你做的都不会存到永恒。耶稣基督其实也讲过一些话，意思说我们在今生的生活就要努力把福音传给人。因为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人。我们所有的追求，包括家庭、祭坛等等，都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往一步。我们做这些都是有一个最后的目的 ，ultimate concern， 最终极的关怀，那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投资永恒有什么报赏呢？第一个，在上帝面前富足。人的生命既然不是以拥有多少财产来衡量，那究竟是以什么来衡量呢？在雅各书里边有这样说，我们先看21节哈，就是耶稣讲的话的最后一节，这段经文：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句话，为自己积财是属地的、暂时的；那在上帝面前，那是属灵的啊。那如果我们在自己积财，我们看起来地上的东西很丰富了，可在上帝面前是贫穷的，在永恒的财富里面是贫穷的。那这样的人也是这样，也是 foolish， 也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
为自己积财，跟积财宝在天上，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耶稣教导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为自己积财在地上，所以有形无形的资产，一丁点儿都不能带进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去。那到底什么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呢？雅各书2章第5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那叫他们在信上面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那所以在上帝面前的富足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在信心上面富足。那什么叫做在信心上富足呢？信心基本上不是知识。所谓知识，就是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宣读使徒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是真的，这些是真的。我告诉你，知道这样，但不是真信心，因为魔鬼也知道，魔鬼也相信这使徒信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魔鬼都相信，都知道。可是魔鬼不会去遵从啊，魔鬼不会去遵从啊。所以，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对有关上帝的信心，对论到我相信，论到有关上帝的事都是真实的。那这种相信啊，是一种认知，就好像信经的条文里面所描述的。那圣经讲的信心啊，不是这样的信心。圣经讲的信心就是产生功效的信心，就不只是我相信论到有关上帝的事是真实的，而且是把我的信心投注在他身上。我很做一个大胆冒险的动作，毫不怀疑的相信他会按照他所讲的，在圣经所讲这样对待我。譬如说马太福音耶稣曾讲了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这一切所需要的，你们所需要都会加给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记得讲的这样的话，对不对？好，那很多的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就会产生怀疑：真的吗？真的吗？我这样做，真的耶稣会照他在圣经所说的这样对待我吗？你知道，大部分人是这样相信，还是这样，还是不太相信？不太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就会有行动嘛。我就真的会求他的国，优先考量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需要。然后呢，我这些所需要的，我真的会加一个。我们说不行啊，哎呀，这个看不到上帝的话，真的这样应许吗？我还是要好好的专注努力。哦，马德爱卡利该怕拼，对不对？马德爱怕拼，然后我们就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啊。上帝没有说要我们殷勤，要懒惰啊。可是我们就不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的。你优先次序当中，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所需要的，什么叫需要？就食衣住行娱乐啊，你要升等啊，你要那个升迁啊，这个都是你的需要嘛，对不对？他不会给你吗？可是我们觉得我不行，我要靠自己，我要靠自己努力，我要靠自己努力。所以你的服事啊，你的工作就很辛苦，因为你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上帝的恩惠在其中，你就只相信自己，我要努力才能够得到这个成就。你就不会相信上帝的话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会那样对待你。所以真的信心是你跟耶稣基督联合起来，耶稣基督有的与他联合的人也有。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啊，彼得被一个文士问到，说：“你的先生是不是缴人头税？”那彼得不知道回答，他就跑了去问耶稣。那耶稣就说：“我请问你，这个一个国王要抽税的时候，是向儿子抽税，还是向儿子以外的国民抽税？”那彼得就回答：“向国民以外的人，向那个儿子以外的国民抽税。”那耶稣说：“是的，但是为了不要冒犯这些人，儿子也缴税。”所以现在，可是耶稣
道成肉身的时候，地上一无所有。因为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可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道成肉身是一无所有。可是你知道，耶稣虽然一无所有，他是一无所缺，所以他就对彼得说：“你去海边钓鱼，钓上来的鱼，把那个鱼口打开来，里面就有一块银钱，可以做你跟我的人头税。”你看没有？如果你跟耶稣真的跟随耶稣的话，你跟耶稣联合，你的需要耶稣知不知道？你要缴税，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就吩咐你去做，那你去做，他就把你的税缴了。所以耶稣不是为自己缴税，他也为什么彼得缴了税？这就是与耶稣联合嘛。耶稣有的你就拥有嘛，这样明白吗？另外，真信心就是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压住的意思就是你赌博的时候，各位知道吧？到那个澳门去，假设你去赌博的话，或者是去看的话，他就说，到最后我剩了100万，我全部怎么？他说他全部都在压在那个哪一点大小上面。各位，这就是压住。所以压住有没有冒险啊？有没有冒险？是冒险的行动。可是这个压住之后，我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那如果我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我会被压住在他身上。我只知道跟我压住这两个不一样。我知道我不会压住，我知道是他会这样做，可是呢，我不敢相信。可是我知道我要压住，这就是行动了哦，这不一样哦。这个真的信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在信上富足。而且我们压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一次，而是千百次。因为每一天、每一个月，你都会遇到，你需要压住在耶稣身上。到底他在圣经所讲的，会不会这样对待我？你就会压住在他身上。所以压住在基督身上，是不是一次，不是10次，是千百次。这就是在上帝面前富足。我盼望我们追求的时候，要在信心上富足，就是有真的行动。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会成就在我身上，相信2000多年前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也会这样对待我。这就是生命的压住，信心的压住。那第二个就是有什么报赏呢？永生的奖赏。在彼得前书第5章4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上帝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看到的最高等级的待遇是什么？最高等级的在地上最高等级的尊荣是什么？以台湾来说是什么？做总统嘛，对不对？那在中国大陆呢？总书记嘛，对不对？总书记嘛。所以你看，有人本来是大学教授、医学院教授，后来当了市长，他就要选总统。为什么？拼死命也要、拼老命也要选总统，对不对？那边呢，做了2届的总书记觉得不过瘾，一定要修改宪法，变成三任的总书记。3任的总书记不够怎么样？变成没有限期，他可以做一辈子。那这个目的都是什么？都是为着王位嘛。以古代的话来讲，就王位嘛。你看整个历史的演变，只有一件事情而已，都是在争王位，全部都是在争王位。所以人所看见这个地上最高的价值，就是做王的荣耀。那现在上帝告诉你，我为你预备的天上的奖赏，叫做君王等级的待遇。请各位跟我一起说，上帝为我们预备天上奖赏是什么？上帝为我们为你预备等级的待遇。那你这个君王等级的待遇什么？是怎么得到呢？就努力的传福音啊，引人归主啊。除了这个，还能够得到什么君王等级的待遇？各位，君王等级的待遇，这个传福音的诱因够不够？够不够？如果不够，我就没办法了。这么个最高等级的诱因都还不够，让你去传福音，那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们教会真的大概也没办法，没有什么辙啊。
各位，你在地上你还要革命，革命没有成功啊，你的命会被革掉呢。那你在那边选举选了半天还要花很多钱，对不对？选不上你吧，你还要检讨，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教会开幸福小组，传福音，教会有一个传福音的行动，这有一个传福音的平台，那我们就这样去做，就有一个君王等级的待遇。那你还不去传福音，为什么办法呢？因为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啊。当大牧者显现的时候，显现就是耶稣基督显现，就是末世终局的审判。这个终局的审判，就是决定你永恒的福利的时刻。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必得就是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如果你努力传福音，你人归主，一定会有这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一定会享受到这种君王等级的待遇。那各位还在考虑什么呢？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最大的保障啊！所以最后，耶稣透过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在教训我们什么呢？就是今生怎么活，会决定你的永恒怎么过。请各位跟我念一段第一句话，预备来。如果你努力经营这一生，你大概也不会像郭台铭赚这么多钱，你大概也不会像台积电张忠谋赚这么多钱，对不对？那这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成为那样子，就是说我们怎么经营我们的一生，我们要注意，有可能成为耶稣口中的无知的人因为你完全不在乎你的永恒怎么过啊，你完全不在乎永恒当中你要为永恒来做预备啊。你在今生活着的时候就浑浑噩噩，只追求今生，只看到今世的价值。可是这个今世价值很短暂，50年、100年，比起永恒，比起那个永恒就倒八嘛，对不对？八倒过来，永恒比起来就好像海边的一颗沙跟整个沙滩的沙怎么比呢？可是我们就专注在这一颗沙，非常计较，非常投入，非常专注，完全不在乎永恒的事。这不是耶稣口中所说的无知的财主吗？无知的人吗？那耶稣这句话不是今天在为你讲吗？是对你讲吗？不是在对我讲吗？换句话说，今生会决定永恒。你如果是像无知的财主，只看到今世的价值，你就会去追求荣华富贵，然后他就反过来掌控你，他就绑票你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照着主的吩咐领人归主，那你就是为着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都会换作永远荣耀的冠冕，会得到君王等级的待遇。所以各位，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的时刻。我要问各位，也许我们过去像无知的财主这样活着，那今天我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会不会能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要在你里面悔改，我要回转过来归向你。求主赐给我聪明、智慧，看清楚、看透，不再被今世的价值绑票，能够看透今世跟永恒相比起来，哪一个应该为重？而且应该有预备，有所预备，在今世活着就应该有预备。”我真的期待教会有一个好的传福音的平台，那这样弟兄姐妹可以进入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说继续可以做定期的目标，但是终极的目标一定要跟传福音、领人归主要结合在一起啊！这才是 ultimate concern， 这才是耶稣基督的终极关怀嘛！人子来，不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在2年前开办了
幸福小组，就是道硕幸福小组。那我们为了教会的牧者，为了教会的区长，或者是执事们，或者小组长们，或者那些有意愿愿意传福音的人，但不知道怎么做的人，我们开了一个牧者幸福门训专班，或者小组长幸福门训专班。那这个里面可以，反正有意愿传福音、认识怎么样传福音的人，或者怎么样牧养的人，那可以来参与。我们2年前报名的有73位，那真的这个4个学期下来，27个学分下来，剩下20个左右，29个，所以不简单哈。但是这20个人他不是只听课而已，他听当中就去做中学，开始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传福音。传福音是要很讲究，你知道吗？传福音不是说我随随便到那个公园去发个福音单张，不是这样，这个不能够传承下去，这个也没办法改进，这个没办法去改变得更好。但是一个平台传福音的话，就让你知道，我做的哪里做的不到位，我做的不够，那我要怎么改进？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产业，传承给下一代。这就是我们开办这个牧者幸福门训专班的目的。那圣光神学有5个道硕班的5个组，一个是跨文化宣教组。如果你觉得宣教有负担，你可以考这个。那如果你觉得我要学习幸福门训，怎么生养众多，那你就来考这个。那另外呢，一般的教会很多都不是做幸福小组的幸福门训这个系统。那我们也特别为这些教会有3个次专长。第一个就是青少年与儿童事工次专长，那第2个是婚姻家庭与助人技巧，那第3个是乐龄与职场事工的次专长。那所谓次专长就是说，他道硕的核心课程不改变，比如说你要修多少圣经课，1门课都没有减少；你要修多少神学课程，1门课都没有减少；你要修多少教会历史，1门课都没有减少；你要释经学、释经讲道学、释经讲道实践1、2、3都没有减少。但是我只不过把实践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它没有整合、没有规划，把它换成一个有整合规划过的系统或者次专长。那次专长，譬如说第一个次专长青少年与儿童事工，如果你考上了之后，你今年9月份考上之后，你不会马上就选择3个次专长之一，你会有1个学期时间考量，我到底要投入哪一个次专长。如果我的负担在青少年与儿童事工，那我确定这是我的负担。可是教会目前很需要开阔这个青少年和青年与儿童事工。比如说刚刚我们的蔡牧师就跟我讲说，圣光有没有这样的毕业生，他对这个青少年事工、青年事工或者是儿童事工有负担，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传道到加入这个荣光堂。你们教会就需要，那牧师就知道说这个是目前教会里面最需要开拓的、开发的嘛。那这个神学生就必须要跟牧师谈，他万一呢确定的第1个次专长，他就选定他就明年的2月份那个学期就开始上这个课程，而且有6门课，青少年儿童时候有6门课，3门课是给青少年的。那这个规划是概论，然后进阶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实务。所以儿童事工也是概论、进阶、进入实务。所以我去年7月开始就大概花3个月，非常忙碌，我去拜访全台湾在青少年工作、青年工作做得最好的、最 top 的教会，我跟他谈谈完之后，我说你怎么突破这个教会的那个青少年事工？那也拜访那个儿童事工做得最好的，比如说我拜访了台北刘子俊，还有那个云林2林的一个庄信仁他们教会，虽然这个乡下教会他青年事工做得很好哇，这个不错，所以他这个月4月份会到圣光，我请他来圣光来分享。那另外就是我就拜访了刘子俊，我说这个儿童国小毕业进入国中，这是一个很容易流失的一个时段，对不对？然后国中毕业进入高中，也是这个时间也是很容易流失的，年轻人很容易流失。然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也是一个很容易流失的一个年龄层。我说你们怎么做？
我们为什么做这么好？他就跟我讲，讲完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太好了，你可不可以来我们圣光教这个青少年事工？那因为青少年事工有3门课嘛，一个是概论，一个是进阶，一个是实务。他说我来教实务，教实务对他来讲很容易，他不需要预备，他就把这个要教什么的讲。他说好，那我们就请他来教，他已经答应。那第二个儿童事工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那个台北江子翠行道会张振华牧师的师母范师母，他们教会开始儿童事工是有3个人，现在有300多个孩子，哇，儿童事工做得非常棒。我说你怎么做？他讲，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到圣光来教这个儿童事工？他说我来教实务课程。谢主他也答应。所以如果教会有这样的需要的事工开发的事工，那你就选定这个3个次传长之一，然后要求那个神学也能够有这个负担，他有这个负担也能够投入事工，那他毕业就可以无缝接轨进到教会里面来，把这个开动。因为刘子俊教会的情况跟我们教会的情况不一样嘛，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你就要问我的教会情况跟他不一样，那他可以开始做，我可不可以这样做？那我如果不能这样做，我要怎么做？你就不断地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你没有答案，你就跟刘子俊谈嘛，他就会给你指引嘛，或者你跟这个范师母来谈了，他就会给你指引啊，对不对？情况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它照抄过来，但是你在不断的在3年当中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你已经思考预备的差不多了，你到教会里面，你就可以无缝接轨进入。所以我相信这3个学制对教会未来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我盼望各位能够参与这样的神学教育，所以在你们的手中有一个圣光神学院的奉献袋，神学教育是很需要被支持的。如果神学教育光靠着神学院的学生的学费收入神学院早就倒掉了。它是有很多包括我们过去荣光堂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所以我表达感谢。那我也再次诚恳的邀请各位拿起奉献袋来祷告，你可以比去年奉献的更多，让上帝的恩惠更加倍的在你的身上报答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谢谢你施恩赐福，让我们可以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永生的投资里面。愿你施恩赐福，愿你施恩引导。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陈院长的分享跟鼓励。那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184首，人子耶稣背罪担。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人子耶稣今有患，单独面对最重担，为人承担负责
主你仍常顾念，使人免在最终亡，是恩叫我你永续，祷告且非尊父之。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切都由你而来。我们预备一些金钱奉献，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悦纳，加上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彼此的问安。那当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我们一起拱手来问安。弟兄姐妹，请坐。本周是棕树的主日，我们也谢谢圣光神学院的陈院长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再次的谢谢他。请问
神学的教育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下个礼拜有转入以及洗礼，欢迎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我们已经推动禁食祷告一段时间，我们也能够用这一段时间所预备的金钱，我们来做社会关注，以及做一些仁爱，以及关心社会周遭或者是我们社区里面所需要的，我们为这样的事工来做我们的爱心基金的好好的来管理。我们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了，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呢尽量能够留下来参加。我们这一次有开了4个班，4个班都有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在上课。但是呢，我们也欢迎还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一起能够留下来，大家能够来分享，也能够一起来学习。那我们这个礼拜5 7点半呢，有受难的祷告会，我们是用很安静的方式来进行。那礼拜4的祷告会呢，我们暂停1次。我们呢合并在礼拜5来举行，欢迎弟兄姐妹记得时间是晚上7点半在副堂。我们在下个礼拜呢，礼拜6跟礼拜天呢，儿童主日学这边呢有举办室内的露营，在5楼、6楼或者是顶楼，有20几位的小朋友参加。我们目标呢是可以到30位，可以鼓励还没有参加的人赶快报名。那我们6月22号呢，我们姐妹会呢要办堂庆的爱心福音的园游会，我们把那一天我们所剩下来的，我们有一些扣掉成本支出以外，将这些金钱呢，我们要来做教会爱心基金的准备，也要来关心社会所需要的人。我们也要在储备儿童主日学的师资以及青少年的辅导，我们也请有意愿、有关心的人跟我们办公室或者是跟茂林执事呢来报名。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的说明。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所谓的在教会里面的受难周。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受苦或者是你一定要有一些什么样的鞭打自己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没有，我们还是一样就维持我们的40天的禁食祷告。那这个也是从我们2月14号开始的大斋期的开始到现在到下周的礼拜5的时候的一个40天的祈祷。那可能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跟着在电视上的21天的这个禁食祷告，那都好，都可以欢迎。那我们尽量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也能够去感受跟体验这样的一个禁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个约束它其实禁食祷告是为了能够约束自己，而不是为了要跟上帝要求什么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我们不是跟上帝要什么，而是让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受难日的祷告会在礼拜5的晚上。好，那我们会用泰泽祈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会。那我们全程当中没有讲到，我们只有唱诗跟祷告，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我们一起的敬拜跟一起的这个祷告，但是也是你个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再一次的恢复。所以让我们可以在礼拜5的晚上，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泰泽祈祷。
那同时我们会请大家进门的时候会拿一个蜡烛，小蜡烛。那但是放心，不是用点火的，我们是用这个电子的，用电灯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进到会场里面，让我们跟上帝有单独的一个时间，跟上帝来面对面。那教会里面后面有很多的一些的事工会继续的进展，包括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也会在这当中做一些的这样的安排。那请大家为我们的儿童祷告，因为我们有将近22位的儿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要过露营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的儿童祷告，特别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离家过，那他们要在教会里面过，那请大家要为他们更多的祷告。那我们在对不起，我们在那个教会里以后发给大家有这个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或者是扫墓的时候可以用的礼文，那请大家能够来使用。那我们的4月份的这个家庭礼拜，我们就用这个清明节的礼文来做家庭礼拜。那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来纪念我们的过去的家人，然后也纪念他们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再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愿上帝祝福。以上，谢谢。因为最近的天气温差比较大，那弟兄姐妹也要注意自己的自身的健康。那也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有的在住院，有的在治疗，有的在恢复当中，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那我们请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颂。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进入受难周的当中，我们也纪念基督的受苦，也纪念这些在受苦当中的人，让我们与受苦的人同受苦，与哀哭的人能够同哭。将来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请在殿乐中为今天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为你祷告。